上升點到底係乜嘢嚟嘅呢？點解佢會喺一張出生星盤上有如此重要嘅地位呢？上升點係我哋出生一刻東方地平線同黃道星座之間嘅交匯點。譬如如果你嘅上升星座係天蠍座嘅話呢，即係話你出生一刻天蠍座呢正從東方地平線升上嚟。Rising sign 呢個名呢就係咁樣嚟嘅，因此上升星座呢描述咗我哋出生一刻嘅經驗。That's how we meet the world. In fact, that's how we meet life. 上升點係我哋喺每一個當下同生命接觸嘅渠道。要明白呢，我哋嘅上升星座，我哋必先要意識到每一個當下嘅自己係如何看待呢個世界嘅。我哋可以將上升點看成係一個窗口，喺呢個屋裏邊呢，你會有太陽星座啦、月亮星座啦、唔同嘅行星，諸如此類，全部呢都會代表你。但係上升點或者上升星座呢，就好似係一個窗口，一個濾鏡，我哋會無可避免地呢通過呢一個上升星座去接收嚟自屋外邊嘅信息，去應付信息萬變嘅外在世界，去理解到呢生命到底係一件乜嘢嘅事。所以我哋嘅上升點呢，其實係會累積經驗值，因為隨住我哋變得成熟呢，會越嚟越意識到上升星座嘅特質。著名心理占星師 Howard Portis 講過 The sun is the kind of hero we are, but the ascendant is the quest on which we must embark。 太陽星座呢，講明咗我哋活着嘅目的，而上升點呢，就係協助我哋去成為呢一個 hero， 呢一個英雄嘅渠道或者方式。舉例講，同樣係上升處女嘅人呢，如果佢嘅太陽星座不同，都會呢形成一種唔同嘅 combination。如果一個太陽雙子座嘅人呢，擁有上升處女座，咁呢一位風象嘅雙子座呢，同世界互動嘅方式呢，就會係透過一啲比較土象啲嘅處女座少少嘅作風，譬如呢，可能係多啲嘅批判啊，多啲嘅分析啊，審慎少少啊，心思細密少少啊，去過濾呢嚟自周邊嘅資訊啦。因此呢，我哋嘅性格係相當複雜嘅，唔係呢淨係只有12個星座12種，單單係太陽同埋上升星座嘅 combination 呢，就已經有144種可能啦。有興趣深入了解自己星座嘅朋友呢， Soulmap 嘅占星入門班又要開課啦，詳情呢可以喺以下嘅網站裏邊了解更多。